喺國際局勢風雲變幻、地緣政治動盪交織嘅當下，2026年開年嘅中國外交舞台卻呈現出一派繁榮景象。從月初韓國總統率領最強天團到訪，到咗愛爾蘭、加拿大、芬蘭等國領導人接踵而至啊！再到近日英國首相施紀賢時隔8年後正式訪華，呢股各國政要開年就訪華嘅熱潮，無疑向世界發出咗清晰信號。無論外部環境如何變幻，中國係全球經濟穩定器與機遇策源地嘅地位始終不可替代。呢個絕非偶然，而係中國經濟展現出強大韌性與廣闊前景嘅必然結果。特別係作為中國經濟火車頭嘅廣東省，喺近日召開嘅兩會中交出咗一份令人滿意嘅成績單。2025年廣東生產總值達14.500萬億元人民幣，連續37年高居全國第一。喺外部環境風高浪急嘅背景之下，廣東依然實現咗3.9%嘅增幅，並將未來5年嘅目標定為年均5%左右。呢種穩紮穩打、逆流而上嘅堅毅，正係中國經濟底氣嘅縮影。更值得關注嘅係深圳市南山區，呢個僅佔深圳1/10土地面積嘅城區，喺2025年正式邁入萬億城區行列，成為中國首個 GDP 突破萬億嘅地市核區。南山嘅經濟總量已足以比肩，甚至比歐洲一個國家仲要勁。其戰略性新興產業佔比達60%，展現咗新質生產力嘅驚人動能。呢種一區富可敵國嘅實力，有力地證明咗中國式現代化喺區域發展上面嘅巨大成功。世界機遇喺中國，呢個已唔再係一句口號啦，而係各國大企業高管們用行動踐行嘅真理。施紀賢此次訪華，隨行嘅係50幾家涵蓋金融、醫藥、製造業同埋創意產業嘅頂尖企業高管。目前更有100餘家企業踴躍報名參加企業家會議。我認為正正說明喺全球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嘅陰霾之下，中國堅持高品質對外開放、維護多邊貿易體制嘅立場，先至係真正嘅避風港。中英之間千億美元級別嘅貿易往來與數百億嘅投資存量，背後係無數互利共贏嘅發展機遇。各國領導人深知錯過中國就係錯過未來，擁抱中國就係擁抱增長。記得點讚關注哦。